嫌個名唔掂，葉謝鄧幫你即做即取改名契，500蚊搞掂。喂，係咪覺得自己個名唔夠響東當，想轉個靚名行好運？葉謝鄧律師樓幫到你。我哋葉謝鄧每月搞掂幾百張改名契，經驗豐富，即做即取，快靚正，價錢仲要夠晒親民，500蚊搞掂，拎住張改名契即刻去入境處換身份證，之後銀行乜都改晒佢。記住，改名契係法律文件，冇佢入境處唔會認你個新名噶。新舊咗件個名有唔同，例如改名前嘅畢業咗書。改名契可以證明你係同一人，改名最多6個字，乜字都得，不過都係改啲好聽好意頭嘅名啦。小朋友改名，父母簽名就搞掂，改姓都得，不過就要爸爸媽媽都同意啦。葉謝鄧律師樓改名熟晒行，即做即取，想改名即刻揾我哋啦。葉謝鄧改名話咁易，辦理流程：一、到葉謝鄧律師樓辦理改名契；二、拎住張改名契到入境處人事登記辦事處更換身份證；三、拎住張新身證更改銀行戶口等。注意事項：一、改名契係法律嘢嚟噶，一定要揾律師搞掂佢；二、細路哥18歲樓下改名要阿爸或者阿媽簽字先得；三、細路哥18歲樓下改姓要阿爸阿媽兩個都 say yes 先得。聯絡方式請搜尋葉謝鄧律師樓官方網站。